中国对国际要创造新故事，也对台湾要创造新认同。针对艺人去到中国发展，刊文讲台湾必归是要归去登记到因祖国之战。文化部落去约谈，文化部长李婉强调讲，无希望是徛伫调查立场，因是要关心艺人伫咧中国发展的状况。也文化部去了解，结论是讲哦，可能所有经纪公司甲网络编辑拢受到中国的控制。 上课铃声响起，全国由文化部推动补助的台湾编剧学院正式启动。这是台湾头一个系统化编剧人才养成课程，希望培养极战力人才，开创台湾影视更加多元创新的风貌。文化部长李婉亲身出席开学仪式，并问到对陆委会提供转发央视发文的23位台湾艺人，由文化部进行调查这件代志。李婉讲，这是一个真长的过程。这件事我们非常慎重，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约谈的过程很漫长，而且。 乐坛的题目也一修再修，因为我不太希望它是一个调查很严肃的东西，因为文化部的角色一直是比较关怀艺人跟了解他们去中国大陆的发展，所以我们连问的问题都非常的很小心。 李婉讲，调查结论显示，有可能所有负责刊文的甚至经纪公司拢是被控制，所以选择伫社群媒体写公开批表示，天启文化部应该正视政府的宣传工具，更加袂使互上级控制甲指导。希望艺人起进前爱先有心理准备，也欢迎转来甲咱斗阵来奋斗，互世界看到咱台湾。 也不是锁定这23个，将来还没有去中国大陆，或者已经去的，或者是去很久的，我表达我们文化部的所有的立场。 跟我们的呼吁还有提醒，跟让大众可以看到未来我们知道说啊，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能说，这样的一个警戒。演艺工会讲，因为过去捌接到相关的公文，相关艺人拄开始难免感觉压力，不过肯定文化部的关怀态度，也理解加支持政府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